有没有？它里面的肉汁很细，又有特殊的香味。皮薄多汁，这种酸中带甜的蜜柑市面上很难买，因为在产地就抢购一空。这个真的市面上没有，就是都是用宅配的那些固定客户的，差不多8000至1万台斤这样。8000至1万台斤都被消费者直接从产地分光光哦。对，品质好，肉质好，真的就有人吃了。因为果粒小，产值只有椪柑的1/4，但量少，价格好，让市场趋之若鹜的热销秘诀和果刺有关。它就像这样刺很多啊。可这不是玫瑰才会这样吗？好吃肉质细，就是靠这个刺啊。有天然防护，却抵挡不了每年伴随台风而来的病害。因为之前那一波病虫害损失很惨哎。对啊。哦。那没有办法，要忌掉啊，才不会整个果园都荒废掉啊。慢慢改，慢慢种，又起来了。要做就不要悲观的无奈。吴义昌把热情全数都奉献在每颗果实里，笑看人生的潮起潮落，然后默默耕耘不放弃。最主要还是天候会造成表皮上的损耗嘛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我看到旁边都特别做了一些防护网，是为了风灾吗？对，减少损失。哦，所以不怕损失嘛，唔惊受伤害。有时讲有的，又是长有的，这是大埔腔。对。那是像我们说有时就有的啦，对不对？有时就有的。连续3年拿到了大台中地区柑橘评鉴冠亚军。吴义昌说，其实秘诀就在于这几10年来，他不断的投入与这些柑橘的对话，投入的热情之外，管理非常重要，特别是肥分管理，这真的不是大家表面上看起来结实累累这么容易。唔惊受伤害。有时就有的啦，唔惊受伤害，有时就有的啦。